外道所说不生不灭，是讲肉体生命灭亡了后就不再生了。佛陀啊，佛陀真正事实的宗教，甲真正有条的宗教以外，还无大家拢就是讲生来生，死就无去啊，无啥物轮回，无啥物善恶无啦。所以这个是啥物代志咱嘛敢做出来，啥物代志咱嘛敢做出来。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伊讲肉体，是讲伊咧外道咧讲的不生不灭的，是讲咱这个肉体的生命灭亡去了后，就过来生啊。但有教的生灭的思想，生灭的思想是无相像的啊。咱宗教的生灭思想是无相像，尤其高中，若得到真传的人，一个境界就爱就较妙啦，境界就较妙佛教的生灭思想呢，是有生才有灭啊。佛教的这个生灭思想是讲，有生一定有灭，是一定。咱人生的过程就是安那，生老病死，生了后一个食，一个活，到后日就老，老去就孤衰，孤衰了后就病，病到尾就一定死。自古早甲现在，咱所听到、所看到，敢有无啥无死？对吧？咱听人咧讲啊，有影无影，即咱还佫毋知影。天祖食到820岁，嘛是到尾嘛是死啊。人无甲伊讲一个走你免死手就免死啊。讲走去去到免死手，有过无过啊？即个也做两个黑白无相的讲，天祖到底毋知生咱毋知影。所以就讲，伫迄个免死手要搞遐就搞偌偌长啊！即摆即个天祖讲走来到遐就问啊，问囝恁伫遐咧乖啦？我嘛就偌长啊！乖要创啥？讲要做行。伊讲我食自天祖食，我天祖就食到820岁甲真，嘛捌听人讲恁偌长来做行，讲你就是天祖，恁来叫我来，我就是转来，怎么啦？转去啦？所以人生就是安尼，什么人都袂当，一死一条都袂当。所以生嘛免偌欢喜，死嘛免偌伤悲啦。只要惊讲，咱伫生甲死即段过程，咱就要做啦，即个上重要的。所以修道就是咧修行。因为咱即条心是千变万化，咱若净化有对，农业时代进入去工业时代，进入去到科技的时代，即摆呢要搁进入去到佛祖的时代了。一代一代一来变，有影无都事情有影，咱就看有对啦。咱较早伫猎园咧烤草，有草药人掠着，完了免烤草，无就安尼白，一个早去白到下昼来食饭，下昼过食饱清气啊，搁咧白到下晡呢，哪有较有辛苦，是毋是？真心啊！即嘛一早逐项拢免做，即个过程咱都看会到。后日你演变到安怎，互咱想会到，所以咱好爱想，甲好爱学，好爱练，来了解。伊甲讲呢，教的即个生死的思想呢，有生就一定有灭，但是呢，若是肉体的灭亡以后，是即个体尔，自性本来就无死，所以话大师像安尼讲，有相命管，无相生管。咱毋才一岁啊，咱17、18嘛拢有啊。敢捌看着讲，咧写相性管，拢写相命管尔。人讲伊讲相命，有法度通相你的命尔啦，你的命，你的命。有法度相你的生无？因为即个人拢变这变相，即个人拢不会变这。你这受到轮回了后，这个偏起，这一定会对啦。
所以咱要了解，内在内在的生命是不断的轮回。咱这个性，咱这个性本体的，不是从这轮回。这个命嘛是安尼啊，性带命去轮回，性带命去轮回。无论把你改清楚是做啥货，伊就就是做啥货。如我之生命法，见解如果无相像哦。欲做人做事的生命法，的见解甲教的见解都无相像。伊讲我教因果，又无相像，因为不生不灭，就是伊本来就那么生。因为不生不灭，本来就无生，本来就无生。所以现在伊也没变啊。现在伊咱不变，本来咱自身本体就无生。还是对落来了后，到这个现实才无了。所以现在嘛无变啦，因为因自我虽不生不灭，甲外道所讲的不生不灭的是无相像呀。欲做人做事，伊所讲的不生不灭，伊是受制了后，你就免搁去落地生灭，咱就免搁去落地生灭。咱即回得到道了后，咱若真正会晓修，咱就免去落在修。全控800年的这个时间别样应付，咱这段时间咱就免去落修的。所以讲，伊咧讲的，甲佛教中咧讲的，甲外道咧讲的，完全无相像。伊讲你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其中的心法要义，你若要更加去了解进一步的这个心法，这心法是这个心法，这个心法做对。要安怎修心的法也，要安怎修心的法也，拢一个在变规变过，一个在变规变过，也要安怎来合乎一个作业。咱就是无法度去合乎的，咱才会从主的开天，地的变地，因为心灵较深，拢无转去，拢无转去，而且轮回轮到才有转去，也嘛有机会转去，也嘛袂当转去，也袂当转去。伊讲只需要对一切的善恶诸法，拢不要去甲顺用，只要你莫落伫两边。所以孔子咧赞顺，伊讲顺其大地后，顺好温而好传人言，温恶而用善，一笔两端用其中以明，其事以为顺。顺的伟大就是讲，伊会当一两端用其中体以明，所以伟大出在遮。伊今仔会成就顺的圣人，就是伫遮。孔子的大弟子咱咧，伊会当成为圣人，那就是伊有受苦圣人家点了后，伊遵守的原则。孔子咱现在话第一线即款款应，以不实际；第一线即款款应，以不实际。咱今仔日一线咱拢。但是咱是当过一个还原。孔圣人伊嘛安讲啊，讲习习之言，必须忠信如保者，不如保者。习习内面迄个物件，大家拢有忠信交往，交我孔武学啥。但是恁的不足，恁就是不好所以伊当以事教来教育弟子。文凭忠信，注意事教，文凭忠信，用这4项来教育弟子。文你再多，也学文可以认得，可以认得。过去历代圣人先人，所有将这个道的宗旨法了，伊拢伫甲记载伫经典内。
啊，你学文你就会用，啊，行可以入得，所以咱是无行，无认真去做。咱若有认真去做，大家拢有功德，有功德就会当抵消咱历代冤冤结下。今仔日咱自自然然就安尼清清白白，大家安尼是，还是起码了解，袂使无了解。咱若无了解，咱嘛无采咧求道，无采咧学道，所以伊甲讲啊，只需要对一切的善恶诸法，拢莫去甲思量，善甲恶，就伫两端内面，你拢莫去甲想。只要你指出你的问题就，我呢今日对我伫看册，在看册。看到一句，看到一句足简单的话，我就甲写起来，就我就照看。伊讲无量法者，万法尽通。咱爱咱无量法，讲无量法者，建筑佛的境界。咱无即个无量法，咱无善恶业，无落伫善业甲恶业内面，咱就我都来建立佛的境界。无量法者，至佛的地位。若有法度，莫落伫两端内面，拢守中体，咱就我都到佛的地位。伊讲处了了所悟，安尼几句话，伊将体中用无法度出，伊将即个教，咱修炼的体中甲用，拢总盘讲出体，甲宗甲用，体就是伊的本体，宗就是伊的宗旨，用就是伊的司法，拢会当了解啊。伊讲拢